和咨商师谈得还好吗？同咨商师讲来用顺，聊完心情好很多。講拍心情加一號，我發現啊，現在衛生所提供好多服務哦。我發現呢下衛生所提供當多服務呢。是的，我們還有長期照顧服務呢。係哦，我哋還有長期照顧服務呢。我們提供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。我哋提供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。喘息服務、輔具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等項目。輔具並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這個項目，可以根據民眾家裡的需要做詳細解說。是的，根據民眾屋企嘅需要來做詳細解說。或請民眾撥打長照服務專線1966，也係請民眾打長照服務專線電話1966。真好，我很幸運。很好，我運氣當好。我的公婆身體都很健康。我家官家娘身體很健康。只是我壓力太大，想找人聊聊。但請係壓力太大咧，想親人講講咧。依萍，也歡迎你有空過來聊聊。依萍，歡迎有閒過來坐了。我也是從外地嫁來這裡。我咪係對外地嫁過來了位嘅。你的問題，我應該也都經歷過。我嘅問題，我應該未是度過。當時，您是怎麼度過的呢？該當時，唔係讓船行過來嘅。那時候沒有長照服務。該下冇長照服務。我公婆身體不好，我家官家娘身體冇好，我就每天陪在他們身邊，也是這樣子慢慢的度過。我當然陪迄個人，都係安尼慢慢行過來。可以付出就是福。依萍，你會講客家話嗎？是的，付出是係福啦。依萍，你曉得講客話嗎？我很努力在學。我當然盡頭學。相信阿姨，只要用心，很快就學會了。相信我啦，有用心，當兵都無學曉咧。我可以常來找阿姨聊聊嗎？阿姨，我是的長菜來親唔錯了冇？當然沒問題啊，我可以教你很多講客家話的秘訣。當然冇問題，我是在教你當多講客話嘅巧訣咯。太好了，食菜很好。你的公公婆婆要是知道
你很认真学习。人家关家用，那是知道难認真學習。人家關家用，那是知道難認真學習。一定會很開心的。天初活動歡喜啦，天初活動歡喜啦。謝謝阿姨。阿姨落力啦，阿姨落力啦。